今天我们用 KT-Fax 配合这个黑盒子 PDM 去读写本田的板子 SH72546。首先我们打开 KT-Fax 软件，然后点击右上角这个黄色图标，然后我们拿出已经开通好协议的 KT-Fax 加密孔，把它插入到电脑。好，插入到电脑以后，我们就点击加密口载入登录。登录以后，我们回到别人器，在这里点击金兵本田系列，我们点击这个 SH72546，它是支持 OBD 跟奔驰读写方式的。我们用奔驰方式读写，点击接线图，我们按照上面去接线。好了，我这里已经把线接好了，接好记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接错，没有接错我们就可以给它连接上盒子，然后给它供电。供电以后我们再连接 USB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到一旁，然后关掉接线图，就可以点击读 Fax 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 Fax 文件已经读出来了，我们点取消，然后我们点击载入 Fax 文件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找到这个读出来的 Fax 文件，点击然后打开，现在已经载入进去了，我们就可以点击故障码管理。好了，我这里屏蔽 P090D， 点击关保存。好，关闭故障码成功。最后面我们就可以点击写 Fax， 然后确认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本田金兵 SH72546读写数据屏蔽故障码成功了，感谢观看。